第一句拍埋腳先，萬代至尊踏右腳，兩手攤開向上啦，繞一個圈，拍埋腳嘅時候就手指尖拍住手指尖，然後踏右腳開，扭向右邊，扭向左邊，每邊一下之後線後啦，一線後嘅時候畫一個圈，攞翻起手踏右腳放落嚟。然後咧就起左腳直嘅向上，踏喺前面過，右腳係屈嘅，踏翻後，打翻開腳，扭一扭個腰，就準備3步轉身啦，踩翻實嘅右腳1步、2步嘅右腳伸後啲，然後伸左手前，上翻嚟嘅時候攞起右腳打開，攞起左腳打開。然後兩隻腳一拍埋，交叉腳，右腳喺上邊，穿右手喺上邊，翹一個圈，都係右手喺上面，打開就起左腳落翻地，然後攞起右腳屈上嚟，搭後坐低，君主嗰個字咧就打開手，搭咗落嚟，線一步嘅時候嘅手準備一下，然後一上 hold 一 hold，然後一齊坐低。